明仔载就29暝咯，过年哦，拢会放烟火、放炮啊来庆祝。新北市的消防局就提醒业者哦，烟火佮炮啊是袂当囤上过济。新北市消防局昨嘛去稽查10至一间五金卖场，嘛查到讲店内的烟火佮炮啊有105公斤哦，火药量是有24公斤，超过管制量的6倍，上济是会当罚30万。一箱的纸箱啊，全部打封条，内底拢是炮啊烟火。经过消防员来检视了后，虽然是合法引进，啊，不过店头囤过量全部爱被没收。内底什么款的炮啊烟火拢总有。新北消防局初六稽查第10至一间五金卖场，查到炮啊烟火总重量有105公斤，火药含量是有24公斤，超过管制总量6倍，全部砸扣销毁。业者爱罚上悬30万。他们的那个货架上面摆的是不多了，那他是因为很多的买家跟他订购，然后他暂时存放在那边。大议规定我们是全部把它没收，然后会进行销毁。店头违规囤放炮啊，国内常常发生。中和要金纸店进前，互人抓到炮啊烟火至少200公斤，超出法定管制量。即马就要过年，未少店头要抢过年财，啊，不过进货量会记都要斟酌来考虑。如果达到管制量，这个场所负责人他应该就要投保那个公共意外责任险。那场所的位置、构造、设备也要符合一个叫做爆竹烟火制造、储存、贩卖场所设置的及安全的管理办法。符合2大标准之下，才能抗超量。啊，若无店头卖烟火炮啊，总重量免超过1.5公斤，火药量免超过0.3公斤。冲天炮这烟火总重15公斤以下，火药量免超过5公斤。仙女棒这烟火类要总重量50公斤，加火药量10公斤的规定。是要抢烟火财，千万都唔通超过标准。啊，若无会造成更较侪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